嘉义县有社区向中央争取经费，办推广社区产业的活动，望讲会当活化农村拼经济，来提升农村的长照，甲一寡弱势家庭的福利。社区的时代，带民众做伙来体验课程；无教课的时代，就伫舞台顶来表演才艺。嘉义县中部乡的裕民社区举办农游活动，希望城外口的人入来农村。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让更多的社区跟进也可以让更多的民众来到我们的农村。看到这样的一个发展，我觉得对整个社区的进步是非常大的。裕民社区申请水土保持署的绿色照顾计划，部分的经费提供社区的时代长照的服务，帮助弱势家庭。嘛，利用这笔经费来办在地农产品推广的园游会。那也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模式，跟所谓的在地一些组织基金会结合，然后让所谓的服务力道可以遍及到我们的偏乡农村，照顾更多的长者跟弱势民众及小朋友。对长辈也很好啦，因为要走出来，他们比较不会整天都闷在家里面嘛，对身体健康也比较好。社区理事长表示，水土保持署暗算要投入1500万，伫活动中心后壁空地要来去社区专营共享的富下园区甲亲子省水公园。希望透过这2400平的所在，串联阿里山的观光景点，嘛带动附近社区的产业发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